重磅猛料：2025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申請大革新，令門檻加筍到爆，福利全攻略。話晒家人們誰懂啊？依家申請內地居住證簡直爽到飛起，無論你係香港仔、澳門街坊定台灣伙計，從呢刻起咩社保證明、居住時長要求通通 out 咗，真係正到冇朋友。5大炸裂政策亮點：一證件雙劍合璧，回鄉證自動綁定居住證，一卡在手，暢行無阻。20難度申請，唔使煩住邊，唔使有樓，唔使租屋，話新就新。超級輕鬆，3醫保抵到爛，1年交500美元蚊，就有高達198萬保障額，病唔使驚，4智能出行超顛，搭高鐵、玩飛機，全程自助通關，快到飛起，5長效續期超方便，5年先續1次證，唔使成日周圍奔波。點解要快手落訂？要交嘅資料超簡單，回鄉證加大陸電話就得，搞掂，辦理速度飛快，最快20分鐘搞掂，真係神速，功能強到爆炸。醫保、開銀行戶口、考車牌，一剔過搞掂晒。居住證5大實用神功能，深圳醫保超抵玩，睇病唔使用扯，輕鬆開大陸銀行戶口，理財投資超方便，考大陸車牌冇難度，揸車4圍去威，全國高鐵機場自助通關，唔使排隊排到腳軟。小朋友響內地讀書超順利，家長唔使擔心。仲要警告，依個優惠政策新滾滾出爐，隨時有可能調整，強烈建議各位快手去申請，唔好走寶。想知詳細申請竅門，即刻留言66，免費獲取申請表範本，推薦辦理地點清單，醫保投保全攻略，機會稍縱即逝，快手行動，錯過真係拍爛大腿。